依家啲汽修行業，我建議你哋啲年輕人就唔好入行啦。就算你入行，將來你都會改行。仲有80幾日又過年啦，每年春節過後咧，都有大批汽修工人會選擇改行。今年做二手車啲咧，基本上都已經全軍覆沒啦，提前翻去過年。身邊越嚟越多啲同行都已經頂唔順啦，有啲咧就翻鄉下養豬，有啲咧就去外地養魚，最後咧就剩低我哋啲80後喺度苦苦堅持，經驗沒意思。汽修行業咧係一個好閪奇怪嘅行業，佢係一個付出同收穫唔成正比嘅行業，責任又大，工資又低，時間又長，休息又少，賺白菜錢，操賣白粉嘅心。依家啲僆仔咧係一代就不如一代。想當年咧，唐伯虎有3不做：一不斟茶遞水，二不洗衫掃地，三不鋪床摺被。依家00後咧，佢亦都有3不做：辛苦工唔做，時間長唔做，工資低嘅唔做。每年嗰啲應屆生過嚟實習，但凡佢捱得到攞畢業證之日，佢都會義無反顧、義不容辭咁樣即刻改行，要麼就去送快遞，要麼就去送快餐，寧願喺屋企躺平，佢都唔柒做汽修。依家係凌晨嘅3點鐘，你打俾你老公，佢唔一定會接你電話，但係你打俾我哋啲汽修工人，我哋一定會接你電話。我喺廣州海珠區做汽修16年，24小時全年無休。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係為咗生活而喺呢度搏命，請你為我哋啲手藝人點個讚。希望大家咧都能夠懂得尊重每一位手藝人嘅勞動成果。加油，兄弟！我打了搞過來，你們還沒明星。